圣诗。伊歌词讲，上帝只是临在伫圣经哈巴古书第2章20伊嘛讲着，咱独独耶和华伫伊的圣殿全地，伫伊的面前，咱着恬静，咱着安静，咱用同心敬拜、谦卑服侍，也恳求上帝来接纳咱所有的祈祷。咱着用即首圣诗来宣告伊的旨意得成，要成做咱的祝福。第281首，上帝即时临在。第1节，上帝即时临在，大家同心敬拜，伫主面前虔诚服侍，上帝的圣殿。圣赛第3节，圣赛爱咱来头后壁2个字爱读做焦焦，焦焦吼。好，咱来唱第2首圣诗，第26首。那这嘛是一首德国的圣诗，是一个足有名的牧师、神学家叫 Reinhard 林卡特吼。伊经历着战争，也经历着病痛，伊由愿感谢上帝所有的恩典甲保守。伊嘛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乎咱的上帝，咱来相信上帝要掌管。这首诗歌嘛真特别，真侪音乐家，巴哈、孟德尔颂、李斯特嘛拢甲遮的迄落140哦。哦，140哦，哦，歹势歹，哦，我读唔着，哦，140吼，咱都用伊即首诗歌嘛是真水的诗歌，吼，140吼，140，歹势啊，看唔着，好，这都是一个 Cosby 写的吼，伊是一个美国的诗人吼，美国诗人伊为细汉真辛苦吼，伊发烧到尾都目睭都看无。你看伊写即首诗歌《耶稣的手扶持我》，
实在是真水的诗歌吼，也毋望即个诗歌诚做你的扶持，诚做你的帮赞，也诚做你的信心，甲诚做你的倚靠。咱来唱140首。好，第一站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地面前，仁爱那引领着我，我灵魂安宁，温柔跳动的声音，为解我心忧闷。对眼光天动光明，想象安慰是阮，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慰伫眼前，仁爱那引领着我灵魂安宁。第二节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阮茫茫无烦恼，世间的下袂跌破，做袂害我跋倒，忧闷袂做我脱解，勇气行命路线。彼是一个老马赛，路袂互我摇晃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伫眼前，仁爱那引领着我灵魂安宁。第三节。主是我心所欢喜，你是上我罪过，常常坚固心可以，亲像万世照伴。我着吞吞点世间，天空望过去。天光照欢喜无限，地主将老受天，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伫眼前，仁爱那引领着我灵魂安宁。好，望这首诗歌也诚做咱的帮赞。那上尾一首是今仔日圣礼典咱要唱的366首。咱会记住，这11届的保会将咱赎回，这是一个真大的恩典，真大的疼。咱就用感恩的心，知影上帝替咱救赎一切。咱即摆来念这首诗歌，主你的身躯替咱拍破吼。
时光拢真多，大家平安甲祝福。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。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诫命，毋是恁做袂到的，离恁嘛无远。这个诫命离恁真近，是伫恁的喙内，伫恁的心中，互恁袂当实行。就听上主恁的上帝，听趁伊的话，忠诚grund地伊。伊是恁的活命，恁着靠伊，才会当继续生。三甲来用圣诗，圣诗第281首，281首，上帝即是临在，请咱起立来用全首。主
请咱犹原徛伫咱同心来祈祷。听到阮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丰丰富富的赏赐，互阮伫你奇妙的旨意中领受你对阮的听，详时体验生命逐阶段水的安排。当阮要伫你宝座前敬拜你的大心，阮爱阁一摆思考，基督耶稣为着救赎咱的罪，互阮甲上帝国好，是付出我那一大的代价。当阮在领受主耶稣牺牲家己的性命，做互阮得到稳定时，阮通用什么来回应你？阮爱怎样学习用性命来回应你的听？阮将法度嘛献出我家己的性命来陪伴需要的人，来尽力做主工。求主原谅阮真有限，世上的谈判、家庭、工作的压力，互阮所付出互主的，常常是满足家己的需要了后，才阁献互主。求主赦免阮的不足，因为阮身心肉体软弱，比较阮爱世界的心，常常赢过听你的行做。恳求主，搁一摆洗净阮的罪，接纳阮忧伤痛悔的心。愿主加添阮的气力，互阮继续往前行。伫工作、生活、信仰顶面，通用主的话语做阮头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带阮脚步，互阮行伫正路来跟替主。今仔日是上年主日，感谢主透过教会侪少年长辈水的脚迹，互阮看到因用生命的服侍，用智慧甲仁爱活出圣经的教导，将是也见证上帝话语的气力甲应允。求主的听，继续甲阮的少年长辈三甲弟弟，保守因的心思意念，加添因的气力，会当领受主同在的温柔甲甘甜。也愿以马内利的主，互阮继续学主的听，用仁爱听出福音的本质，用生命更新来改变家己甲一个信仰团体，互人看到主的听甲大气力。来因光主性命，阮的祈祷真正有限，这时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祈祷文，三甲来出声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国来临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来看信息后面的启文，启文26篇，启文26篇，这是出自旧约诗篇第111篇，咱三甲来启应。要称赞上主，伫正直的人自一个大会中，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赐美牛，互敬畏伊的人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。伊的手的所做性是公平，永远袂改变。
以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定永远的约。因为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都会来用圣诗，圣诗第140首，140首，耶稣的手是我，叫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同心过来祈祷。稳定甲慈爱满满的天父上帝，愿这的受敬虔圣徒，当自置伫你面前，来谦卑敬拜你，也要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，甲对天来福分。恳求圣神光照，赏赐阮智慧甲真理，互阮的性命甲你结连，同心合意来奉献教会，荣耀你圣名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大家来领受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是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2章第1节到第15节。
以赛亚书42章第1节到第25节，请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上主讲：看咧，我所扶持的仆人，伊是我所拣选、心所喜爱的。我有将我的神赐予伊，伊会伫万邦实行公义。伊袂出声发，袂大声嚷，伊袂伫街头巷尾话互人听见。受伤的芦苇，伊袂压断；烈火的灯火，伊袂分析。伊会确实实行公义，伊袂灰心，嘛袂失志，一直到公义以地上确立。真海岛拢仰望伊的教导。上帝创造天，甲天踢开，伊造地甲地上的万物，将开赐予世间人，赐生命予伫地上得生活的人。这位上主，咱的上帝安尼讲：我上主调你来实践公义，我有牵你的手保守你。同过你，我甲万民定契约，要互你做万国的光。伊要开失明的人的目睭，互想乖的出感觉，互坐伫黑暗地路中的立足。我是上主，这是我的祈祷。我袂将我的荣耀让予别个生灵，袂将我的称赞归予偶像。看咧。早前的事已经实现，现在我对恁宣布新的事，伫还未发生以前，先讲互恁听。海甲海中一切生物，海岛甲岛内住民啊，就对上主唱新的歌，对天边海角献赞伊。荒野甲内面的城镇，要出大声，伊逐人的庄舍要欢呼。西拉的住民要欢喜唱歌，对山顶大声发，因要将因光归予上主，伫正海岛宣扬赞伊。上主会亲像战士出征，亲像勇士激发斗志，伊会出声发，大声叫，勇猛攻击的对敌。上帝讲：我已经忍真久。一直点点无出声，但我要采取行动，亲像山呼哀哀叫，喘回。我要互大山、小山拢丰沛，互所有的花草打了了。我要互江河变做大堆，互湖水拢打去。我要带失明的人行路，行因毋捌行过路。我要互黑暗的因面前变做光明，互弯巧的路变做直直。这事我拢要做，绝对袂放弃。我靠雕刻的偶像的，对制造的上讲，恁是阮的神。这款人一定失败，受大体力。恁这的臭耳的要听，恁这的痴迷的要看。啥人比我个人搁较强？啥人比我找的使者搁较臭气？以色列，你看真多，佮袂明白，你耳仔拍真开，毋过袂领悟。上主以爱秉公行义，将家己的教导发扬光大。毋过，这受抢劫剥夺子民。拢关伫下迄，因伫家觉，因互人做拿木工走，无人改进；因互人劫去，无人要求放因。因中间有啥人会关心这代志？对现在起，有啥人会注意这项事？这人将雅各交互人做拿木，互以色列出在人手劫。是因所得罪，因为上主本身。
因唔肯行伊的道路，唔肯遵守伊的律法，所以伊将猛烈的受气、战争的暴力，拢拼伫以色列新州，和因互日火包围，不过拢无要无紧，互火烧着嘛要平。愿上帝话进入咱的心，互咱摒空家己旁边引请。这时，请上年诗班用诗歌换了咱敬拜。因所要唱的诗歌是：我是主牛，牛到一道倒得平安。
这时请牧师讲道的题目是上主的仆人，甲无受教的子民。弟兄姊妹大家平安，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。今仔日引导社少年诗班带领咱来敬拜。通过这个真有画面的这个歌曲，来成做咱的帮赞。诗歌一讲起羊99只，倒伫平安的所在，拢是咱的主。对伫迄个走失的一只，伊悠然超吹转来。正如今仔日的经文内面，咧甲咱讲起受伤的芦苇，伊袂压断。主怜悯的心，伫每一个愿意来到伊的面前的人，上帝拢拍开伊的双手来引传。咱今仔日咧读到。以赛亚书已经读到第42章，咱知影讲头前伫以赛亚书第40章的中间，会讲起以色列人的背叛，甚至会讲起着上帝的审判，但是已经受掠到伫巴比伦掠过迄几百冬的中间，今仔日上帝伊出来敲找因，要敲找因。将因带转来到因的故乡，带转来犹太地，伫遐来徛起。所以伫这个受掠甲归回的这个中间，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因受掠的时阵，耶路撒冷的城倒去，圣殿受毁坏，人民亡国到一巴比伦，对因来讲是一种。信仰真大的打击，因所信的上帝，因认为，阮的上帝伫倒落，国家亡国，上帝太点点，历史的中间太进入，亲像迄个黑暗的深渊内面，因伫迄个上绝望的中间，到底上帝伫倒落？到第40章开始，咱咧讲第2以赛亚的开始，互咱看到一个新的异象，就是上帝要兴起伊的罗卜，带来公义，来医治受压迫的灵魂，也互要互万国来看见上帝的救恩。这段经文通讲嘛是流亡者的信仰告别，因为当世界。亲像拢崩坏去，上帝悠然的行动，上帝的计划，袂互这个地面上的帝国的暴力，也是历史的混乱来终止。反倒当要互咱看到，上帝是伫历史中间的掌权的上帝。咱若想起咱台湾咧面对帝国的军事威胁。咱的国家定位也悠然也未清楚，咱咧拄着侪的认知战渗透，甚至咱中间的这个价值冲突，那是全球充满战争、难民、气候变迁的问题。同款有真侪人会问讲，上帝伫倒落？咱的信仰要安怎回应这个破碎，也是互人惊吓的世界？其实以赛亚书42章带出一个茫的答案，因为上帝要兴起伊的仆人，伊的仆人是安怎？伊毋是伫遐大声反话，毋是用暴力来取得胜利。圣经内面咱头拄所读到的，伊是真温和坚定，用公义来医治伤害。甚至重新起造处事，带来新的生命。这段经文一开始是用一个罗卜的诗歌来开始。在以赛亚书内面有4段罗卜的诗歌，咱讲仆人的歌。这是头一段，第1节到第9节，后壁49章、50章、52章。悠然有其他罗卜的诗歌，罗卜
是上帝所呼召的，伊代表是啥物人？有可能是咧代表迄个比赛啊，嘛有可能是要来唤起咱每一位，拢有可能是真做回应上帝呼召的迄个罗卜。伫混乱的时代中间，悠然用公义怜悯，互人看见希望的光。所以，这是咱先来看第1节甲第4节遮的描写。福音也是讲罗卜，在伫古早时阵，若是伫王宫的内面，罗卜爱尊叹啥物人的意思？尊叹君王，伊是君王的执行者。但是上帝的罗卜，毋是地面上帝国，咱讲帝国暴力的代理者。上帝的罗卜是受欺骗，要安怎？要行公义。伊的心内充满怜悯，伊要去促进和平的一个起造者。伫这个滚动的文化中间，罗卜是君王忠实的使者。但是上帝的罗卜是啥物？伊毋是专制的迫害者，伊是安怎担起公义的使命？所以圣经内面伫遮会甲咱讲起。讲伊会伫万邦实行公义，这个罗卜伊袂伫遐出声话，歹三声哨。这个罗卜是要互人听见，也是经验到上帝的怜悯。亲像伫遮所讲的，受伤的芦苇，迄个逼真受人看轻的物件，这个罗卜安怎？伊犹原有怜悯，伊袂甲压断去。这互咱看到，上帝的罗卜甲君王的罗卜是完全对立的，完全无共款。有学者喺讲起这个罗卜的理解，有无共款的层面？有人是认为这个罗卜是咧代表所有遮以色列民族。因受上帝呼召，要成做一个新的时代，上帝的罗卜。嘛有人甲当做是一个理想的比赛啊的预表。当然，嘛有人咧讲起，伊检采有真侪层的意义，有可能是指上帝的子民，甚至有人嘛讲起。这就那亲像新约意爱引用这段经文来描写耶稣基督同款，但是咱爱知影，对迄当时初的读者来讲，这个罗卜有可能就是安怎？指每一位听到这个信息的人，同款，咱今仔日在这听讲道，咱嘛是罗卜，因为咱听到。这段经文也要咱来讲，罗卜毋是独裁君王的这个手，乃伊是要来实践上帝公义，促进一个上帝的新国度的一个使者。所以伫这段经文内面，一讲起，讲伊要施行公义。伊的确要施行公义，这是第3节。所以你甲看，毋干那安尼讲，伊袂灰心，袂失志，一直到公义伫地上确立。短短4节的中间，已经有3遍会甲咱强调公义，公义。若是一个时代无公义，这就是咱做上帝仆人一个真要紧。的使命，为着一个破碎的社会，要来重新起造一个社会的处事，迄是需要有公义。那亲像潘霍华伫这个德国纳粹的时代，伫纳粹迫害的时阵，伊也提醒教会，这个罗卜的身份代表，咱需要成做一个。代祷者，咱成做一个受苦者，
因为伫这个受苦的中间，咱犹原无甲邪恶恶协。我想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呼召。伫这个呼召第40咧讲起，讲甚至正海岛嘛怎仰望伊的教导。所以咱看到这个罗伯的性格，伊真温柔坚定。对伫迄个弱势受伤的性命，伊嘛关心。这个温柔毋是软者，乃是代表一种有能力，却无选择滥用伊的能力。这就亲像耶稣伫马太福音11章29节所描写的，讲我的心温柔谦卑。耶稣的心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，伊会带领咱通过迄个温柔的气力，会改变这个世界。罗伯伊也坚持对伫普世的影响，伊无因为困难反倒转，就来回心。反倒转，互咱知影伊的使命是普世性的，因为伫遮咧甲咱讲，正海岛拢仰望伊的教导。正海岛就是列国，代表远远的民族，也是远远的世界。上主的公义已经超越国甲国的界限。上帝的公义要促进伫普世的中间。今仔日是世界圣餐主日，咱要甲咱的主同齐祷。世界圣餐主日，迄当时咧设立的时阵，是美国的长老教会几位牧师伫遐推设的。因为伊当时已经去感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困瓦，因伫遐期待，咱会通做啥物？咱应该是互普世的教会，咱来促进合一。所以你甲看，咱会通做的，伫教会会通做的，伫迄当时毋茫通过这个世界的圣餐日，培育世界的教会，咱爱努力来促成上帝国的新世界。面对大国的压力的时阵，咱应该爱选择上帝予咱的价值。伫这段经文，很多伫咱咧讲起，讲受伤的芦苇伊袂压断，这是一个真要紧的。伫咱的社会中间，咱嘛有侪亲像要花去的生命，伫咱的中间，咱咧讲义工的问题，甚至低薪青年的问题。身心障碍的人，最的弱势，那是上帝的罗卜，伊甲咱提醒，教会应该爱行往这个欠缺需要帮助的人的身边，扶持、帮衬、照顾。顶礼拜，咱的教会举行这个防灾式的培训。有将近80人来参加，迄个上课的老师会强调，若是灾难来临的时阵，什么人是灾害的弱势者？迄个老师伊讲起3点原则，第一点是安怎？行动无方便。什么人是行动无方便？毋敢若是年长，有的年长的长辈，伊的骹手阁真紧。伊讲行动无方便，包括啥物？包括细汉囡仔，伊行袂好势。哦，当然，若是有生长，迄阁较是。所以咱第一爱去关心行动无方便。第二就是安怎？迄个判断力无法度判断。
啥物叫判断力无法度判断？咱的时代，咱侪有即款失智倾向的人，伊可能伊无法度去判断，嘛有可能是囡仔，伊连安怎正手倒手拢分袂清楚的，这拢是无法度判断的人。另外，就是安怎语言，特别咧讲起，若是有外国人伫咱中间，伊敢看会到迄个避难的标志，伊看无，迄就是安怎？因的需要，因就是灾害的弱势者。这回伫花莲，有的人讲啊，没有收到简讯啊，即使收到简讯的时阵，安怎？有人讲我的爸母毋捌字啊，所以伊嘛读无。这时阵就真需要安怎？需要亲像选举的时阵，一户一户去甲人拜票，但是安怎？这个工课煞无做。所以是真无彩的这个代志，所以伫灾害的时阵，灾害弱势、行动无方便、困难理解的人，就是另外就是安怎语言毋捌字，也是讲对咱的标志无清楚的人，这拢是灾害的弱势者。圣经内面咧，甲咱讲起受伤的芦苇，伊袂断。其实就是咧唤起咱，伫咱的身躯边有侪需要帮助的人，咱敢有法度做咱会通做的，诚做因的帮助。那亲像咱有缘会参与伫政治受难者的关心共款，持续来坚持公义，无累志。因为面对着公义的诉求，往往是一个真长期的抗争。但是圣经内面，互咱知影，上帝已经将伊的灵修饰迄个溃力，伫咱的中间，伫罗卜的中间，互因会通来坚持行落去。再者，咱来看第50到第90节的描写。第50节特别讲，上帝创造天。把天踢开，这已经在表明上帝是一个创造者。上帝毋是干那以色列的神啊，国较是掌管所有受造物、宇宙甲历史的主宰。以色列人因对上帝的认捌，过去拢认捌是因安怎家族神，认捌是以色列的神。因为上帝是以色列上帝，但是这段经文会甲因提醒，上帝讲：我毋是干那恁的神啊，我是创造者，我是甲天开的迄位神。甚至上帝伊赏赐人活命的气，所以换一句话，上帝提醒以色列人：恁莫掠家己做牛啦。所有世间的人，上帝拢安怎将伊的气赏赐予世间，赐性命予地面上咧生活的人。这段经文已经打破以色列迄款的，干那掠家己是选民的迄款的认捌，嘛打破帝国的一切，因为帝国所拜的神，毋是迄一位创造天地的神。上帝有缘会通伫安怎伫世界受造的中间来带来更新。咱来看第6节到第7节，才进一步的，互咱看到，讲我上主调你来实践公义，有看到无？才阁互咱看到实践公义。咱的上帝，伊所带来价值是公义。伊讲：我有牵你的手保守你，我要甲万民订契约，所以毋是干那甲以色列人订契约，是要甲普世的人订契约。咱今仔日，咱会通成做耶稣基督的学生，成做上帝的子民。咱无阁需要受割礼，
无需要通过犹太人的迄一套，咱会通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这是亲像伫遮所讲的，先知早就提醒上帝要甲全人类立迄个新的约，毋是干那犹太会通得到上帝的福音，这是对全世界的一个邀请，甚至直接讲，要互你成做万国的光啦。耶稣甲咱讲，咱就是世间的光。咱今仔日受呼召，毋是干那顾家己，咱受呼召是要来实践上帝国的价值。所以先知以赛亚伫遮宣告，以色列使命是普世性的，伊的终极的目标是甲万国万民和好，实践公义。这个和好实践公义包括啥物？煞接安尼讲，要互失明的人的目睭会当开，互受关卡会当出家牢。这就那亲像耶稣出来宣扬上帝国福音的时阵，伫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19节所讲的：摆开会当行，青面会当看，坐家会当出家牢。坐家毋是伊犯着啥物犯呢？这会代表政治犯啦。政治犯伊是为着行公义、受迫害的人。上帝会讲，咱敢有去关心因？咱敢有去关心因？今仔日世界游园有真侪政治犯，咱会通做啥物款的关心？有人通过社会会甲因关心，亲像咱台湾过去白色恐怖的中间关真侪政治犯。有国外议员来台湾，就是要安怎？要来去探访这些受关押的人。咱高出明牧师受关押的时阵，普世教会协会的总干事，也是外国的议员，都是指定我要来看高牧师。因真正的实践，圣经内面所写的。要互受关的出家牢，关心这项代志。若是因无这款的关心，我想迄当时的独裁政府会当用的法，就是安怎唯一死刑。这是咱的时代已经行过去，将来无望这款的邪恶会转来。若是伫中国咧，最会行公义的人，今仔日游园受压迫，但是咱会通做啥物？做咱会通做的，去甲因关心。你讲我会当祈祷，真好，就是为因祈祷。我过去几年的中间，嘛有去接触走来台湾的中国的这个异议分子。知影伊的背景是真正受迫害，咱帮助因到伫美国去受到政治保障。我想做咱逐个人会通去影响、会通做的，这就是亲像圣经内面咧，甲咱讲起，咱做一个上帝的仆人，咱会通做的，互失明的目睭会当开。我想，毋是干那肉体的目睭，包括灵性。伊过去安怎？灵性封闭啦，需要启蒙啦，需要打开伊的心灵，知影什么是上帝国的价值。这个灵性的苏醒，真实的透放，这拢是耶稣要做的工课。第8节到第9节，搁一遍进一步的讲，这叫做安怎？要做新的事啦。而且上帝宣布伊的名甲伊的独一性，
伊的作为是无受遐偶像关系的限制，伊要持续伫历史的中间实行新的代志，要互受掠的得到讨放。信仰嘛是呼召咱要甲耶稣基督来参与新的世界的起造。怎则咱来看第10节到17节这段经文所描写的，因为讲了后，伊讲阮要上主来唱一首新的歌。这首新的歌是啥物？你也去看到迄个马丁路德金恩博士，伊咧带领美国的这个黑人的讨放的运动。伊讲我有一个梦，迄个梦是啥物梦？我有一个梦。伊讲的遐个话，就若亲像一首诗歌共款。而且咱嘛看到第10节诗人所讲的，嘛亲像诗歌。这是一个俄罗的诗歌。伊安怎讲？讲海甲海中一切的生物，海岛甲海内的居民啊，要对上主唱新的歌。这个描写非常水。海岛意思是已经安怎？毋是指以色列啦，是指远远的国度，是咧指普世。所以上帝的作为，毋是干那伫以色列所徛起的所在，嘛毋是因伫受掠到伫巴比伦迄个所在。上帝的作为，要伫海岛，要伫海中，要伫所有的所在，天边海角，拢要作为，甚至天边海角拢要出声来学咯。所以这显示上帝的救恩，毋是限制伫以色列民族，乃是全世界展开。哇，这是一个真新的概念。咱有当时，咱基督徒拢认为讲，上帝敢若听咱而已。咱基督徒该得救，得救这项是阮安怎，阮有的恁无。但是，咱看到以色列人，因嘛是这款的观念。但是，这的经文要互因知影，上帝救恩要遍传到伫海岛，遍伫天边海角。这嘛是耶稣会甲伊的学生讲的，你要普天下去宣扬上帝的国。所以，这对咱来讲，一首上帝国新的歌，毋是安怎？毋是干那看到家己，毋是为着我家己，乃是为着普世的每一位。13节咧描写，咧讲起上主的亲像战士出征，亲像战士出征。为什么伊要出征？因为伊要对抗邪恶甲压迫。就另外一方面，讲上帝嘛怎？伊要引带这个失明的人行路，行因毋捌行过的路。这是16节所描写的。所以上帝伫遮受描写是一个勇士要带来拯救，伊嘛是诚做一个慈悲的引带者，互迄个痴迷的、看袂到路的、看袂到将来的人，会通安怎看到上帝的拯救？上帝的拯救，伊毋是用帝国迄款军事的侵略，伊乃是用伊的慈爱来改变。所以伫这段经文16节遐一讲起，我要互黑暗伫因的面前变做光明，互弯巧的路变做直直。我要做这个代志，我绝对袂放弃。所以咱对这会通看到，
上帝的心意是安怎？这条路已经开始啊，别行回头路啦。那是民主自由的这条路已经开始啊，咱免惊，因为这条路是行往上帝国，上帝袂互伊安怎行回头路。咱要有这款的信心，往头前继续来进前。再者，咱来看18节到25节这段经文，你咧读的时阵，读起来小可怪怪。为什么怪怪？因为遮诶骂即个仆人，头前毋是有对罗卜的一个期待，期待因爱去行公义，期待因爱充满怜悯的心，连迄个芦苇都袂去甲压断。头前的罗卜是安尼的形象，但是伫遮的时阵，18节开始咧骂即个罗卜，讲即个罗卜安怎？伊原本有上帝竞选托付公义的使命，但是因安怎看却无去行，听却无去遵守，这是一个责备，也是一个审判。弟兄姊妹，我一开始咧讲起，咱咧听信息的时阵，咱就是上帝的罗卜。咱听到头前罗卜受呼召，爱去行公义，爱有怜悯的心，爱去实践上帝的这个呼召。但是咱有当时听却无去行，这就亲像伫遮。诗人伫遮批判，你敢真正是上帝的罗卜？你若是真正是上帝的罗卜，为什么你看却无去行，听却无去遵守？弟兄姊，咱爱知影，行动是检验信用。我昨受邀请文化部的这个演讲。伫228的这个纪念馆迄边的演讲，讲起基督教信仰甲咱的文化，我伫遐强调一项：基督教的信仰是安怎用行动来检验咱的信仰。所以我对过去这个17世纪荷兰人来到伫台湾。所做的事工，为什么要甲西拉雅族的人迄个白话语？为什么要教因白话语？因为西拉雅的白部族甲汉人买卖做代志拍契约，过去拢是写汉语，汉语什么人咧解说？汉人咧解说啦。白部族的讲无啊，我毋是安尼讲啊，所以。宣教师来教因写这个白话语，一边白话语，一边是这个汉语，所以迄叫做翻仔契。两边拍契约，我写我的文字，你写你的，要解说，咱就照安尼来解说。这就是咧帮咱咧做一个公义的代志。基督教会的历史、新教的历史，其实嘛是安尼一行。咱要做一个有会当实践公义的一个受呼召的人。伫这段经文，会互咱看到，讲因已经失去迄个上帝呼召的这个责任。信仰无法度用行为行动来做检验的时阵，这个信仰是死的。信仰甲咱讲，咱爱去疼人亲像家己，疼厝边亲像家己。但是咱敢若疼家己，这个信仰是死的。21节到25节指出，人民受手段。毋是因为上帝无能力，是因为因安怎行偏差去，因为因失去公义，
所以上帝安怎出在因去？这就是因选择无要听、无要看、无要行，所以因hand了国家的失败。但是审判毋是结局，是要来唤醒。所以上帝搁一遍来唤醒遮的以色列人因的身份、因的使命。所以伫遮也是咧提醒咱来去阻止灵性的痴迷，甲灵性的臭耳人。所以伫这个18节讲，恁遮的臭耳的就听，恁遮的痴迷的就看。这毋是咧讲啥物人，是咧讲咱每一位，讲世世代代跟对耶稣基督的人。咱敢是灵性臭耳的人？咱敢是灵性痴迷的人？咱敢若在意内部的安全，伫教会内面的灵修，却无去注重社会的艰苦无公平。上帝的爱咱去看到遐受压迫者，听见世界的呼声。若是咱的信仰是关伫厝内，关伫教会内，安尼咱真正是一个灵性臭耳、甲灵性痴迷的人。上帝责备毋是为着定罪，是要来唤醒，所以伊用伊的听催逼咱重新徛起来。伫咱的时代内面，爱去做光做盐。用咱的祈祷行动去恢复上帝国的价值。咱甲想看卖以赛亚书42章带互咱什么款要紧的教示？我想有2项要紧的教示，要甲咱做阵来学习。第一，就是要用温和坚定的公义回应时代。先知以赛亚甲咱讲，上帝的奴仆伊安怎对伫受伤的芦苇，伊袂安怎压断，要花的火伊袂拍花。这个图像，互咱看到信仰毋是软弱的刀闪，嘛毋是愤怒的报复，乃是爱用听用真理，坚定对抗不义，医治受伤的世界。这是一个温柔佮坚定的气力，所以咱会通安怎做？我想伫公共领域的中间，咱爱去行公义。咱需要通过伫公共的这个论坛也好，对话也好，帮助社会分别什么是真是假。真甲假，这对咱这个时代是非常要紧。咱也看到台湾真侪迄个诈骗集团，骗真侪的这个金钱，哇！咱的社会实在是无法度去分别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咱要如何无去互谣言来操控，这是真困难。所以咱伫公共领域的中间，实在咱爱去学习。要安怎去判断、明白真理，甚至伫咱伫职场还是社区的中间，咱爱用诚实来守护公义。所以，包括伫社会上，若有无公义、职场霸凌的代志的时阵，咱会通安怎做？我想这是咱爱去学习的所在。第三。伫这个弱势甲危机的中间，咱会通成做一个安全的庇护的所在。最近咱看到马太安这个放山湖，有人在问我讲吼，这个堰塞湖安怎讲？台语安怎讲？啊，上好了解就是放山啦，放山湖，因为迄是山放落来。哦，台语好了解者啊，放山湖。放山湖水济了后，伊自然就安怎流出来，啊流出来了后，规个拢淹满。
伫即场的即个灾难的中间，我看新闻已经造成19个人死亡，差不多将近1000户的徛家，予落雨啊霾淹满。咱嘛看到10几日的中间，有真侪迄个产子超人伫当地的协助，对毋对？啊，当然咱嘛看到迄个摆拍超人啊，去遐要翕相啊，这是啊，莫讲。咱的教会第一时间，咱嘛开始安怎募集物资。咱送3台车送到伫灾区，咱迄当时甲总会借1台车，啊，物资实在太济，无够。啊，咱就请教会医轩的先生甲咱调车，调到迄个议员伊的朋友的车，开源食品的车。迄总经理偌好诶，讲吼，牧师你要几台？哦，我就调几台。我讲应该2台就够啊，所以因就马上调2台。啊，因的员工的加班费，迄拢因出啦，咱免出，因就调车来，将这个物资送到伫灾区。甚至咱教会青年，信奉住伫花莲，伊就走去。咱嘛有青年坐火车落去。我讲，我才看到你，都无人知。我啊，你敢有翕相，互我看一下？讲无。结果后来因转来，赵牧师就落去，当地牧师翕讲，感谢济南教会牧师来协助翕相互我就甲因分享，讲咱的教会，咱的韩国的宣教师，嘛到伫当地伫遐救灾。当地教会也开放教会做避难所，教会的礼拜堂的椅啊，都称为福音床啦。安怎？因为大家拢爱倒伫福音床上面。我捌讲过。我921的时阵，伫永寮教会，福音床拢倒啥物？倒尸体啦。教会放冷气，因为安怎？遐个尸体无人敢收嘛，毋知影要囥倒。教会迄当时的传道毋敢决定，小会议长是其他教会来，小会议长讲囥教会。尾啊，遐个大体囥喺原木了后，就变成安怎？阮就是囥喺困喺顶头啦。迄叫做福音床。所以你来看，伫即款危机的中间，咱来去含这个弱势者三个地地，毋通灰心，毋通丧志，因为做咱会通做的来荣光上帝。第二项要紧的是要互咱知影，咱来诚做人民的约。而且讲，上帝要甲万民拍契约，要成做万民的光，要成做万国的光。所以，咱应该教会需要行出这个围墙，会通有一个公共的这个关怀。特别咱台湾长期以来，有这个本省、外省、原住民、新住民等等，即款无共款族群的紧张性，其实咱需要对话优先。我想这是咱应该爱做的，甚至直接讲爱成做万国的光。嘛，亲像头前咧讲的，上帝信息是安怎？要到伫海岛海事，已经毋是伫犹太人所徛起的所在。咱的信仰毋通干那刻伫咱关门咱的中间，信仰应该是安怎？爱拍开行出去。所以，亲像咱长老教会，咱嘛有这个渔民中心，咱咧照顾台湾的渔民、越南、印尼的这个渔民，伫台湾咧替台湾掠鱼。过去我伫三林堡的时阵，我嘛去开设一个泰国劳工中心。真可惜，我离开了后，教会就无法度有人承接。尾后我来到伫济南，我请阳山教会叶牧师
因后来接泰国劳工中心已经教会，迄个泰国的牧师嘛，真做因教会的牧师。所以中山教会有一个泰国牧师，咱明年教会130周年，咱小会过去6冬外，咱嘛是咧照顾伫台湾遮个香港的兄弟。130周年的中间，咱嘛要思考检采，咱会通来开设香港教会，长老教会第一间的香港教会。这毋是咱家己要求，是因讲阮要独立，阮要成做一个香港教会。咱陪伴因，就那亲像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伊想要生出来啊！多伫明年5望会通促成这个代志。中会的议长甲我讲，伊嘛是乐观这个代志。这就是拍破咱的眼界，要有普世的眼光，甚至咱嘛需要去看文化，因为伫圣经内面咧讲起，要甲人民立约，这个立约是甲所有的人，所以咱需要行出去，超越咱的文化。要讲的信息是真济，总是。时间的缘故，也毋望咱转去，有时间会通阁将以赛亚书一遍阁一遍，慢慢啊看。我想一定，咱个人拢有无共款的领受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恩典，通过以赛亚书42章，互阮看见，受掠的百姓因受呼召。成做一个新国度开始的路步，主你家己伫历史的中间要有新的作为，我也深信这个作为将来发生，因若要出唱新的歌来学罗上帝。历史的中间，阮也已经看见这个代志来成。愿你也帮助阮，互阮的信心无伫累积。看见民主自由的国度，是行往上帝国的路径，帮助阮无伫累积，持续行往上帝国。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免。这时，请会众起立，对下以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万是独一全能的父上帝，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、无看见万物的主。万是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。伊伫一切世代以前，对父生的，对上帝出的上帝，对光出的光，对真神出的真神，是生的。毋是受造的，甲爸同质同体，万物对伊来创造，伊为着咱人，甲为着咱的拯救，对天降临，对圣神照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成做人，伊遵着比拉多人来为咱顶十字架受难埋葬，照圣经所记载。第3日国活受天，现在坐伫爸的正面，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伊的国无穷无尽，万是享受活命的主圣神，对爸囝出，甲爸囝同受敬拜，同受荣光。伊捌读先知讲话。阮圣洁是公道速度的教会，阮告别节为得赦罪的洗礼，阮期望死人国我来世活命。阿门。这时，
做伙来吟圣诗366首，366首。主，你的身躯被我受拍。请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属灵教会陪参者三个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对见若归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耶稣讲：恁见若着我担重担，着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按照使徒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互人买迄面有提饼接下来背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就今日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见若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，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所以这时咱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款式，咱大声来感谢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现在阮按照你的命令，摆设圣餐的宴席。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，阮谦卑求你垂恳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，互阮对伫你的恩典的帮赞，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互阮继续成长伫你恩典的中间，通荣耀你的圣尊名。愿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今安尼来纪念我。请服侍长老来到伫台前。
主要所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伊，咱三个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，主要所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我，请服侍长老来到伫台前。这个杯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伊，咱三个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咱三个来感谢上帝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出伫你极大的疼痛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。
诚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，邀阮明白你欢喜阮，疼惜阮，邀阮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忠实的圣徒，是上帝国的后裔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当阮用信心谦卑来领受的时，阮也恳求上帝继续用慈悲来帮助阮，互阮继续这个圣洁的相通，对当以后通荣光你的名，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是公道的时间，咱有三项代志要伫遮来祈祷。第一，为着华人讲复兴在后救援甲重建；第二，为着10月19中一改选会员互会召开；第三，为着2026年的组织甲事工的规划，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。请陈怡轩执事祈祷来结束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保守阮伫遮有即个权利向你祈祷。主啊，即礼拜阮看到华人的受灾的情形，真侪人去到现场去斗相共，去乌落谷仔糜，去伫迄个日头的下骹做代志。去帮助遮个受灾受难的人民。主啊，阮全台湾的人是一体，求你，互阮伫祈祷中纪念因，嘛会当陆续付出行动，用金钱也是用时间去帮助伊。互阮的路阁真长，求你，互阮有智慧，一步一步来进行。后礼拜阮要举行和会改选，求你，互阮有智慧，伫祈祷中。去找求什么人是适合的人选，选出适合的同工来做教会的帮站，嘛，互阮伫明年的事工规划会当回应着社会需要。因为若做伫社会需要顶面，嘛是做伫阮家己的身躯顶。阮逐个人、逐个会友，拢是即个社会、即个国家的一份子。求你保守阮继续安尼有智慧向前行，嘛会当心连心徛做伙。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阿门。这时，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请容阮我先伫遮简单报告第2项。今仔日的神学礼拜日是詹宗信牧师、先知书的分享会，欢迎大家同齐参与。时间是今仔日下晡2点，伫个教会大礼拜堂。第三，泰鲁阁总会华人东门教会建筑的修缮较确定的工程，咱教会小会有同意参与伫东门教会建堂需要，关系会友的奉献就收到今仔日为止。第四，团契诗班请伫10月18正前举行2026年的首长改选，将结果通知小会议长。方便小会来办理接纳甲任命。
第五，圣经学校秋季班开始上课，请为着圣经学校大党奉献。请注意，今仔日甲10月19日会员互会迄个礼拜拢无上课。第六，教会召开要伫10月19来召开中一届选会员互会，今仔有公告互会调一书甲即书的推荐名单。若有啥物问题的，请长老也是牧师来联络。嘛，请为着长老甲即书的选举案来继续关心甲带导。第七，守护台湾祈祷会，欢迎大家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守护台湾祈祷会，同齐为着上帝个带导。第八，10月12公共论坛，主题是政经下的理财甲风险管理，主讲是刘玉溪教授，主持是廖理想姊妹。时间是10月12日下晡2点，伫个教会大礼拜堂。第九，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的读书会，政府有出版《台湾全民安全指引》，欢迎大家会使来参与这个读书会。时间是10月8号到10月15，有2个梯次，拢是拜三的暗时7点到9点，地点伫个教会下B one，会使选择一场来报名，安尼就会使。即时，请大家起立，因奉献诗，诚做咱祈祷。请坐。报告其他的消息，请大家家己看。即时，请黄牧师来介绍新朋友甲请安。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，来介绍李爱兰母女，毋知坐伫倒。李爱兰，好欢迎。请坐。我嘛看有几位新朋友可能无留名单吼，不要紧，咱彼此请安，愿上帝施恩祝福咱，请大家。做伙来用线会诗，圣诗第398首，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请起立，因时候请黄牧师来祝祷。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的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，
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迄位上帝极大的疼痛，伊圣实的相通，甲恁众大家三个地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列岛散会。今仔日早起的第2礼拜到这，后面中庭有地饼会，欢迎做伙交易。若有需要带岛的兄姊，请到礼拜堂外面，互牧师有道。